嗱，呢啲品種啊，就係我哋自己配植出嚟嘅，因為要有好嘅品種，你先有好嘅肉質。一炮咁啊，花斑炮啊，呢個野豬嚟嘅，同野豬配種嘅呢種豬啊，咁啊點解我哋啲豬咁好食啲咧？第一個品種，第二個係食料問題，飼料。第三咧就係個飼養時間，我哋飼養起碼1年。細隻嘅人食1個月到啦，飼料之後大咗我就放出去野外，放出野外就跑食橡草啊，因為我哋以橡草為主嘅，即係我哋自己能夠賣得嘢啦，賣到嘢肯定要整啲靚嘅品種嚟賣噶嘛，係咪先？嗱，你睇下就係呢啲品種啦，認住呢啲品種，全部都係咁嘅，一係黑豬，一係花白，一係呢啲嘅花斑炮。你哋未見過呢種豬嘅啦，所以就係呢啲豬先好食，呢啲好短身嘅呢啲豬。養得好細啫，唔係好大嘅呢啲，一年養400-500斤啦，我呢啲至多200幾斤嘅啫，短促大碌，煮晒啲喎，一隻竹鼠咁啊，放養呢個時間要長好多，因為佢出去運動啊嘛，運動啲肉質係結實好多噶嘛，所以咧佢就消耗好多脂肪嘅，咁佢要大得慢啊，所以咧佢就第一咧有太陽曬，吸收大地精華，因為佢冇咁多嘅蛋白加落去嘛，因為你飼料啊全部配落去，幾多個蛋白咁夠加多幾多。係嘛？咁我哋呢啲咧就唔係好似等於土生土長咁喺野外等佢去自己去覓食，主要就係食草。我哋有工人都係割啲草俾佢食㗎。嗱，我哋呢度全部都係正式係雜種啊！啊，你睇住啲豬仔咁活潑啊，好開心㗎喎，其實誒。嗱，你初入嚟啊，揞住個鼻啊，覺得佢臭啊，你入嚟10分鐘你又唔覺得佢臭啊，好香添。